嚟到2026年第25條呢一度咧，佢就講到有一個 circle O 咧就為 centre， 俾咗 POQ 以及 PTQ 我哋，今次咧就想叫你計翻呢隻 angle QSR 啊。喺幅圖上面亦都先 mark 翻低 POT 咧就為82度，以及呢個 PTQ 咧就會等同於104度。咁所以利用到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， 咁我哋就可以計得翻呢一隻 OPT 出嚟㗎。咁就會係104再減翻82度，因此咧就會得知道呢一隻角度咧就會22度啊。咁而題目想叫你計嘅以下呢隻角度咧，就會係 RQ 飛出嚟，咁 RQ 咧亦都飛咗落去 P 嘅位置，咁所以我哋利用到呢個 OP 就會係等同於 OQ， 再加埋我哋已經有呢一隻82度喺度，令到 base angle isosceles triangle 啦，就可以計得到呢一隻 angle OPQ 咧就會等同於180減82，然之後 over 翻2，咁最終咧就會計得到係49度。所以成隻係49嘅話，亦即係可以計得翻入邊細啲呢一隻咧，就係49減22，亦即係27度啊。令到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咧，呢隻27度亦都可以彈翻上去，咁最終呢一條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B 啊。